不是春闱吗？就不能各凭本事吗？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发现啊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会做学问，更要会做人。慢慢就习惯了。见过郭征了？师伯这都知道。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，郭攸之入狱以后，暂领礼部尚书一职，春闱科举诸般竞技，你得多问问他。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，只是不怎么谈得来。师伯，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，这不合规矩，毕竟多年为官，都摸透了。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，你将来也得学学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狠心。过了春闱这一关，你未来仕途不可限量。老王，在呢。刚听说春闱舞弊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真动了心思，要把陈科击毙一扫而空，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。大人是忧国忧民呐。可才这么一会儿，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要跟老二斗，离不开太子的支持。林相就更不用说了，春闱之后和婉儿成婚，这就是一家人。他们给的我不想接，但不能不接。大人是情非得已呀。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，要我忍一忍。我若是忍了，将来也就习惯了。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？我此刻出了头，那就是满朝皆敌，刀剑如雨。要不我就忍了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？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如狱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没那么特别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大人问心无愧啊！本来就问心无愧。我本来就问心无愧，犯错的又不是我。大人，没有人与您争执啊。
大人，石产那几人并无异常，您呢？知道，我就是看看。大人自己去。来，实在，吃完再看。起来，来。杨兄，你是范兄？是。杨兄怎么不上桌？这是自家带的，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。这是借书下饭吗？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？范兄，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不用。杨兄有些拮据。范兄说话太委婉了，就是穷。小二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盘牛肉，来壶酒。客官您不上桌吗？上什么桌啊？就这儿挺好。哎，好。范兄，你这是？哦，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。哎，不必如此。一饭之恩，当谢来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慢用啊！哎，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慢用啊！范兄见笑了，这太久没吃肉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很常有的事儿。那我自便。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，你想做官。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，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想，做梦都想。是为了录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？不是，因为我忍不住。范兄，这科举不公，百官舞弊，外面恶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？可是呢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侯兄让我忍，可我想，如果这世间不公，我也能忍。这圣贤书，不就成了废纸一堆？所以范兄，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我想做官，是因为我不想忍。杨兄这做官的愿景，可是条死路。死路一条。可是范兄，我这人读书读傻了，认死理儿。见笑啊。杨兄，老邓辛苦啊！这2天接着盯客栈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职责所在。走，哎，走，回府啊，去监察院。这会儿咱去监察院呢？又想看碑本了？我说什么？想记住谁说？我又听见了。不是，这叫什么？
这就叫思虑洞达啊，志如渊海。大人真神人也！走了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而且你看啊，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。让开，帮我光了。舍不得烛光钱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静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她还是死了。但是，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的不够强烈。唉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闯祸的人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去吧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。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。什么锅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。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？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。范闲让你传话给朕。哼，老奴也觉着匪夷所思。你要这么多年
没见过小范大人这么办事儿的。传什么话？他恳请陛下传令唤他入宫。传。哎，遵旨。万幸。小范大人，龚统领，有事儿？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陛下召见。现在，按规矩，这时辰，外臣不能入宫。陛下的旨意才是规矩啊。职责所在，公公见谅。陛下，范闲到了。陛下，臣听闻您前些日子被火药炸了，臣是心神不宁，特地调配了一些烧伤药。还有啊，您每日操烦国事，臣还准备了一些安神补气的补药。这个每天晚饭后熬煮服用。这烧伤药是外敷的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你说你心神不宁，朕怎么不信呢？朕已经被炸伤好几天了，你现在才来？调配药膏花了些时间。还有，你想让朕召见你，干嘛绕这么大圈子？给谁看呢？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陛下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陛下，您相信臣吗？想说什么就说。陛下知道春闱舞弊一事吗？臣自做了居中郎以来，每日收到许多纸条，纸条上写满了名字，而这些名字都是被人事先选好、预定要金榜题名的。接着说。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。你要公平，找朕干什么？臣怕牵扯太深，臣一人担当不住。放眼庆国，能挡这场风波的，就只有陛下您。你是想让朕当挡箭牌？不是为我，是为庆国。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赖明成啊？对赖明成的死，你是不是心有怨气呀？是。不该有。是。你倒挺坦诚。冲你这份直率，这剑朕给你挡了。谢陛下，那臣先告退了。哎，把药给朕敷上。陛下召范闲入宫，这时辰，若非大事，绝不会深夜召见。没看错，宫典亲眼所见，他也觉得非同寻常，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过来。那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？宫典说，连侯公公都出来了，里面说了什么，再无第三个人知道。连侯公公都出来了。可以了，
让公典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往下问。他的身份至关重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向我传讯。是。就是不知道陛下到底和范闲说了些什么。说什么无关紧要，深夜召见又是单独入宫，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。殿下，这事儿啊，我实在是办不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，确有此事。那陛下有交代什么吗？陛下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那我也什么都没问。殿下，这次春闱啊，还是各凭本事吧。本该如此。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我猜你啊就会走这条路。为什么？你怕见人呢？这不证明咱俩有缘吗？小范大人，我在军中的时候呀，欠了些恩情。这几个名字呢，还请小范大人照顾一二。抱歉啊，人数不多，还请小秦大人帮我往外传话。什么？本次春闱不论门生，只看才学，不论谁的名单，我都不接。昨晚陛下召见，可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哦，明白，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猜。师伯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春闱这事儿啊，还得按规矩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我知道陛下昨晚召你入宫，这会儿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陛下让你如此行事。我了解陛下，以他的行事手段，要么动如雷霆，扫清一切，诸般弊端；要么草蛇灰线，伏没千里。哪怕水到渠成，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，绝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，最后还不痛不痒。这不是陛下的手段，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。师伯真是了解陛下，没人能真正了解他。经过历代君王，如今这一位最能看透。哎，师伯过谦了。别转话题，问你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我就是想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，有理可循。京都百官都盯着春闱呢，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呀，这不拿陛下顶锅了吗？我不就看穿了吗？我若说穿，你当如何自处？是我可是自己人啊，总得留条活路吧？我凭什么饶你？就凭婉儿非我不嫁呀。
没了你，大不了网上再找一个。师伯说的对，师伯消消气。真不明白是命数还是劫数。婉儿怎么就能看中你？我也挺优秀的。张春梅有法可依，图什么？啊？你这么做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其实师伯上次说的话，我听懂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嘛。所以我也想过，随波逐流，与世浮沉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看不惯的事儿嘛，忍一忍，将来就看惯了。但是不行啊，我夜里睡不着，心里边煎熬。有3个字，就那么翻翻滚滚的，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哪3个字？不公平啊！那是4个字。最后那个“阿”字不能算吧？都是读书人，遣词用字亦当谨慎。下次一定注意。不公平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哎，你说这个世上有公平吗？没绝对，有相对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好比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家财万贯，有的人一贫如洗，有人才思敏捷，有人大智若愚。而春闱的意义就在于给了所有人一个相对公平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要是连这唯一的一次机会都不再公平，这世间该有多荒唐！好吧，就让京都公平一回。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春闱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。你为他们争公平，别让自己落陷阱。关贤，如果这个世间就这么荒唐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不用回答，问你自己。去吧。公平。
小范大人，郭大人，又见面了。一直在等候小范大人。哎呀，这个郭尚书所知规矩甚多，我这次来找您呢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春闱相关的规矩。林相都提点过了，千万别说请教。小范大人那么聪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参透的。我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小范大人能者多劳，春闱之日，事务不少啊。开考之前要稽查举子之责，春闱3日要在场内监察巡视，春闱后还要监督胡明抄录。春闱科举是本朝第一大事，规矩忌讳多不胜数，光说不过来，就都写下来了。一应细则尽在其中。小范大人，只要费心看一看，可保春闱当日再无疏漏。如此厚恩，何以为谢啊？哎，小范大人，啥？过来，啊，去那边。这住。啊，弄直，打直。郭大人，哦，孙大人，春闱在即，忙啊，忙。您忙。郭大人辛苦啊！谢谢。现在就盼着小范大人早日著书立学，郭某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就多谢郭大人了，告辞。小范大人慢走。怎样？你在后面没听到？范闲身手不俗，小心起见，我可不敢靠近细品。可惜了，你没有看到小范大人感激涕零的样子，我那会儿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啊。你给他那册子都写了什么呀？春闱上的各种规矩细节，该写的我都写了，绝不能在文字上故意犯错。这是对的。范闲为人啊，谨慎得很。不过，像春闱这种大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。既然不该写，那就自然要留白了。还要请谢大人转告殿下，有我在，春闱上定让小范大人犯下禁忌，大罪不敢说，要让天下学子对其敬而远之。郭大人就不怕得罪林相？怕是怕，只不过郭某的那些把柄没在林相手上啊。殿下说了，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，禁足之后，当亲自登门致谢上书，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。就请殿下等着看好戏吧。注意点啊！老冒竹篓。人到了，在屋里呢，都安排好了，没人看见吧？躲开了府里所有的人，您放心，
没人看见。真是饿坏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一趟从北齐回来呀，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幸好我跟老郭绝代双骄，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，各施巧计，这才虎口脱险，重返京都。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呀。英雄惜英雄。少爷，您看您这都荣归故里了，我得请您吃个饭，接个风，咱俩商量商量吃什么。哎，我请你啊！哎喂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吃，我请。来吧，上啊，咱中气这么做。什么呀，咱？我请。我的潜伏日记。辛苦你了。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。是这样。春闱将至，我有监督职责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春闱有许多禁忌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也不清楚啊。但你爹曾是礼部尚书。你想要我爹帮你，所以让你回来，看见你，你爹才能放心。哎呀，这么早就开始计划应对春闱了？其实老二提出让我监督春闱之时，我就已经在准备应对之策。现在看来，时机刚好。你们啊，一个比一个心黑，是心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救我爹？我来安排，过几日先转入监察院大牢。那还能救得出来吗？我是监察院提司，你觉得呢？不过有一点啊，你爹结党的罪名并非是无限，我可以保他性命，但是再想做官，是不可能了。我知道，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同我爹讲，让他把知道的春闱的诸多事宜跟你讲清楚。这是什么？现任礼部尚书亲手写的册子，春闱的诸多禁忌都在里面。但你不需要我爹了。恰恰相反，这册子就得你爹来看。你是怕这本书里写的有陷阱啊？小心为上，有没有陷阱，令尊来判断。行，那走吧，去救我爹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。司者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们俩都辛苦了，先休息几天，注意别被别人看见啊。那是自然，十分小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吧，首先欢迎二位回家。对。是不是有些尴尬？是不是有些味儿大？你俩要不洗洗，都臭了。我臭吗？哎，行，走走，我给你搓搓。走，对，快！这怎么也没个守卫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这是刑部大牢，这儿你也管得着啊？这点手段还是有的。那你既然这么有手段，你别光想着给他送吃的，今天把他救出来得了。你别急啊，等转到监察院就好办了，就1-2天的事儿。放宽心，这回不骗你。你都骗了我好几回了。郭少，怎么你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味道不对呢？我洗过了。你还是闭嘴吧。儿子，娘又来看你了。又要了一个。
可得多吃点好吃的呀。你想娘了没呀？要照顾好自己。娘，哲儿回来了。你怎么白天就来了？白天不行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范闲，怎么，老夫命数当绝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。爹，我来了，爹。你终于还是落网了。什么终于啊？从你说要行刺范大人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。哎呀，老夫感谢范大人，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。爹，行刺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。原来如此，犬子才识浅薄，范大人能不计前嫌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真可谓宽宏大量。要不你俩这边聊？啊，好。爹，我很有用的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。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？掌管一众暗探，主持密报，收集。真的？真的呀，爹。我潜伏至今，毫无破绽。北齐这是要亡了？那倒也不至于。爹，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。这么些年了，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。哎，爹，怎么了？竟然不是做梦。我这也是精神不济，大白天的就睡着了。不过也好，又能在梦里见到你，娘心里还是欢喜的。娘，您没做梦，我真回来了。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。娘，真不是梦。娘，您打我干嘛呀？梦里不会疼，你疼吗？疼啊！儿子，你真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不是，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！哎，别，娘，真疼！您别哭了。回来就好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。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谋，这真是没想到。爹，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，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。你帮帮他，他答应了，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。郭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。哎呀，不是救我，是救你。哎呀，我出不出去无所谓，只要能救犬子的命。
就是让郭某赴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定救你出去。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，郭征送了你本册子，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？爹，怎么样啊？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。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，范闲就能把事儿办好了？春闱上细则之外的规矩，这上面可没提啊。那他们就是要害你。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？从往日看，并无头效之处。藏得深。哎呀，爹，那就别管他了，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。事成之后，他还要救你出去呢。规矩不急，老夫问一句，这次春闱，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？我哪有什么门生啊？一个都没有。我年纪轻，也做不了做事。与考生无来往，这是好事，省了很多麻烦。小范大人，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，只是见。一起聊了会儿天儿，喝了酒。那就是门生了。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。那不重要，在其他人眼里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。哎呀，爹，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。庄墨涵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，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，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。你别打岔。哦，小范大人，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？舞弊营私。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。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，会有人帮他做。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？爹，我朝春闱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银鼎，司者，哥，你们找我有事儿？干嘛呀你？别架着我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放开我！这还憋着跟范闲争家产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都什么时候事儿了？现在都一家人，娘有事求他。求他别害他呀！什么害他呀？司哲说的对，您是长辈，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，那可不是害我吗？啊，不是，就咱们仨，我这又没人看见，偷偷。我嘴太快了，娘，我真忍不住啊！哎，姨娘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，有什么求不求的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。咱不坐着说啊！来，来，姨娘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哥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吧，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。啊，姨娘永远年轻。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？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。他这孩子吧，从小就淘气，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。
可是看不见吧，我又想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姨娘这是想说，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？姨娘放心，这次司哲回来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。真的？您还没问我呢，我要去北齐。范闲都说你不用去了，不是他让我去，是我自己想去。为什么呀？这次北上吧，其实我见识了不少，虽然是有些危险，也有点苦。所以你别去了呀。娘，你让我说完。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。您看，过去我在京都待着，是又安全，也吃喝不愁，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，那活着有什么劲呢？我这回去了北齐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，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，但我觉得也够了。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、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。那，你还去北齐？去做什么呀？我过来跟你说，哥，我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，有这回事？这主理人想好了吗？还没想呢，我帮你想好了。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？我是庆国人啊，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？还有吗？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，我想挣点小钱。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我选你啊？那你干嘛不选我呀？打虎亲兄弟呀，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。反正交给你，我是放心。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。啊！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您这是同意了？我也想看你长大嘛。行，那我收拾收拾，我明天一早我就走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，春闱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，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。行行行，那感情好。那春闱什么时候？完了，好紧张啊！昨晚都没怎么睡着，你这鼾声比炮仗都响，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。侯兄，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。你看我在家时这书背得挺好，走了一半忘了一半，到了这儿全忘了。清醒一点呀，要考试了。孙嘉林呢？啊，他说他去买面饼了，让咱们先走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慢点。真多呀！万里征牛，同赴龙门。是啊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！抱歉。来。侯兄，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，还有劲儿喊呢。不是，被挤精神了吗？抱歉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怎么出来了？时辰快到了，考生们就要进场，都不容易啊！一生苦读，就为了拼这3日。这3天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院，所以被褥吃食也都带着了。平时辛苦啊！这东西带的多了，夹带小抄的机会也就多了。小范大人掌管入院稽查一职，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。郭某不太放心，想过来看看，怕你忙中出错。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，提携后辈，理所当然嘛。靠，你又在这儿画呢？时间来不及了嘛，这得抓紧纪念一下。你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既不违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真是守规矩，读书人嘛，总是有分寸的。大人，这是工作日志。郭大人，这个造型正白，更有力量感啊，是吗？力量。
情绪，重要的是情绪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考生怎么还不来？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。龙门桥？来了。诸位早上好，我是范闲，是小范师先，未来的文坛宗师啊。今日是春闱的日子，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拿着智慧库的金钥，带着万卷书的头脑，顶着自信的光环，踏着好运的滑板，一路扬帆起航，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雄起！祝福的话说完了，范某有一点丑话，也要说在前面。今日春闱，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。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，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。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，一律取消春闱资格，绝无转还余地。范某，拜托各位了。小范大人发话，你来小偷。去吧。这边排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准备好，查验身份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这边排队。你的东西拿出来。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？来搬把椅子。不用不用，换动作还得重新画。小范大人，你忙你的，我这看看就走。郭尚书辛苦，应该的。用心查，查仔细些。哎，好，好，下一个。都来排队啊！一个一个。机场和嘉林呢？在前面的吧，丢不了。身份。赶紧进吧。没瞧见小范大人。下一个。心思不行了，来，东西放这儿。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！
咱是不是来晚了？瞧不见小范大人了。进门就瞧见了。大人，我知道错了。大人，学生知错了，大人，学生知错了，大人。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。